端午包粽大战第2回合，除了粽叶，灵魂主角猪肉跟香菇更要好好挑。去市场要安怎讲才买得到最顶级的材料呢？最经典的绝对是三赞肉，有油脂的香，瘦肉的甜，控起来老接食的入味。若是惊食伤肥，阿母拢会交代买梅花肉，台语叫做夹心肉。有油花却袂过油。来到打前，直接大声甲头家讲：“头家，肉帮我切做一块一块，要白粽用的。”老板就会帮你切出完美黄金比例。接下来就是阿嬷包粽子一定要有的香菇，老一辈的也常讲冬菇，味道特别厚，特别香。内行包粽通常会选这种小朵。不用切的溜蛙菇，整朵包进去，口感最赞。本集字卡：猪肉、三赞肉、夹心肉、香菇、冬菇、溜蛙菇，帮我切做一块一块。材料都买齐咯，恁家白粽拢是用三赞肉，也是夹心肉嘞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哦。下次再会。